論語溫習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對教育嘅次第個過程嘅一啲睇法。現代人一講到教育嘅過程，自然而然就會想到我哋小朋友從幼稚園讀到中學、小學，小學到中學，中學到大學，到大學研究院。好多家長覺得，我幫個小朋友讀到大學畢業，我對佢教育嘅責任完咗啦。呢一個觀念大概就喺100年左右，從西方引進而家嘅所謂嘅認知教育、認識知識教育嘅體系，亦都係現在大部分學校嘅呢個體系得到幾個結論。但係中國傳統文化從孔子呢個萬世之表，佢嘅教育嘅方法係有好大嘅唔同嘅理念。首先喺《論語》裏邊，喺為政篇，孔子有報告佢自己一生人受教育學習嘅過程。佢話：50有5而志於學，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而知天命，60而耳順，70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所以對孔子嚟講，學習教育係一生一世嘅事，冇所謂畢業呢件事。而喺中國傳統文化裏邊，我哋睇教育喺一生一世裏邊，亦有分唔同嘅過程，分4個大嘅過程，就係第一個叫做幼兒養性，然之後童蒙養正，少年養志，成年養德。喺4個唔同階段，幼兒啱啱出世冇幾耐，可能2、3歲嗰時，喺嗰個過程裏邊，最重要嘅係養佢咩啊？養個性。我哋大家都知道，人之初性本善。我哋相信小朋友出嚟嗰陣時，佢嘅性情都係善嘅。但係性相近，習相遠，久不教，性乃遷。但如果唔同嘅環境之下，你唔好好啲培養嘅環境，佢性情會變咗，從善變為不善。所以從幼稚園就幼兒嗰陣時，大概係3歲到7歲讀書得啦。呢段時間最重要嘅係要培養佢個善嘅一個觀念，係碰到嘅都係善嘅行為語言。然之後童蒙養正，去到童蒙大概係7、8歲到15、14、15歲度，最重要嘅係養佢嘅正氣，做一個堂堂正正嘅一個人。呢個正氣就大家可能都讀過文天祥嘅正氣歌，天地有正氣，澤然賦流形，下則為河岳，上則為日星。我哋要係養呢個浩然正氣。呢段時間呢個觀念就係從佢童蒙大概6、7歲一直去到大概10幾歲嗰時就養咗出嚟啦。然之後去到15、16歲嗰時，少年養志，就從已經有咗個善嘅一個基礎，同埋一個正氣嘅一個扎根。於是乎就佢就根據佢自己志向去行佢自己要行嘅路。然之後到成年老年養德，最重要嗰時就係要養佢嘅道德。呢個就真正我哋對中國傳統文化覺得教育嘅次第，每一個步驟都有唔同嘅重點，但係到尾就成長一個有道德嘅人。